9点钟根本不想走。啊，是吗？有点儿聊天儿聊不走了。咱们老北京关门了，走都把灯关了。有一个饼挺好吃的，我找不着了，我转了一圈都没看见，我再转一圈，要不，你别转了，没事，我看我也不拿，我就看看在哪个位置。行，你去转去，你转。我刚才转了一圈都没看着哪个位置。站吧，没事儿。